是黃曉明，我係楊過。清堆俊秀的臉孔，劍眉入鬢，容貌清秀，雙目更是靈動有神。我是一個從一而終的人。弟子楊過，今生今世，心裏邊就只得姑姑一個。我相信愛可以超越時間，超越世俗的眼光，對愛一定要堅持到底。06力臻原著境界《神鵰俠侶》，星期一至五晚8點半，情義永堅持。冷若冰雪。到底點解就唔可以娶師傅？我是一個對愛情很執着的人，我自己要做過兒嘅妻子，只要自己喜歡，不會管旁人怎麼看。06力臻原著境界《神鵰俠侶》，星期一至五晚8點半，情義永堅持。兩隻手掌軟似化成了千手千掌，任麻雀如何飛滾翻撲。道人奮力擋住了他那猛力一推，陣法變幻，已將郭靖圍在中間，立足不見，身不由主的一齊苦地摔倒。蒙古兵漫山遍野，不見象拋煙霧沖天，硫磺燒成一陣陣。06力臻原著境界《神鵰俠侶》，7月10號晚8點半。拜拜！我忍夠你啦，次次都遲到嘅，10零分鐘啫嘛，係16分鐘啊！分手啦！你等我個16分鐘就話要分手？哥哥，就算16年，我都會等你翻嚟啊！我一定等你翻嚟，我一定等你翻嚟。神鵰俠侶，7月10號晚8點半，情義永堅持。